喺啱啱過去嘅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中，我哋5年級嘅梁同學喺女子以做50米同100米蛙泳項目中，佢一個人獨攬全港冠軍。而更令人震驚嘅係，佢喺100米蛙泳裏面差0.46秒就刷新咗全港紀錄。呢0.46秒嘅背後，唔單止係單憑運氣，而係無數次嘅練習、高強度訓練換嚟嘅成果。今日我哋邀請到子晴同埋陪伴佢並肩作戰嘅2位最佳戰友一同接受訪問。恭喜子晴奪得雙料全港冠軍，仲差1點就破紀錄啦！你嘅心情係點㗎？其實攞到冠軍真係好開心，但睇到成績就係差0.46就破咗紀錄，心裏邊有一啲可惜，但係唔緊要，呢次證明我仲有進步嘅空間。聽講你每星期都要練足6日，每次都要練2到3個鐘，小5嘅功課都唔少，唔覺得辛苦咩？最難嘅地方係咩嘢啊？真係好辛苦㗎，有時冬天仲要落水，水溫真係好低，一跳落去全身都喺度震。而且每一次練體能都係挑戰，教練叫我哋做平板支撐，每一次都要求去到最後1分鐘。由100米蛙式到最後25米衝刺嘅時候，2隻腳已經好攰，冇晒知覺，每吸一啖氣都覺得好困難。但係我同自己講，平時咁辛苦都可以捱過去，絕對唔可以喺最尾幾米放棄。係啊，我哋喺隔離睇嘅時候都覺得子晴好勁，有時候我哋練到想偷懶，但係見到子晴仲喺度默默咁樣堅持，1秒都冇鬆懈，我哋都可以咬緊牙關咁樣繼續捱落去。子晴平時喺班上好似都比較斯文，但喺水裡面就好有爆發力。你哋覺得佢有咩特別嘅強項啊？子晴平時比較文靜，連講嘢都細細聲，但係佢戴上泳鏡同埋泳帽，企喺跳台上面就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咁，眼神超專注，佢嘅水感好好，而且節奏感極強。每次見到佢游蛙式嘅時候，最尾衝刺，我哋喺岸上面叫到喉嚨痛，佢就有一股唔服輸嘅精神。要兼顧高強度嘅游泳訓練同學業，學校同老師有冇俾啲咩支持你哋？學校真係對我哋好好，因為我哋成日都要提前離開學校去比賽，各科老師都會提前幫我哋準備好功課嘅筆記。冇錯，有時候我哋因為比賽冇上到台，然後返到學校，老師都會主動利用小息嘅時候或者放學嘅時候，好有耐心咁樣幫我哋補課，絕對唔會因為我哋係運動員就放任我哋嘅成績。係啊，體育老師都成日嚟池邊幫我哋打氣，甚至喺我哋壓力大、游唔出好成績嘅時候，鼓勵我哋盡咗力就好。學校永遠支持你，讓我哋覺得我哋唔係孤軍作戰，背後仲有成間學校喺度撐住我哋。展望未來，子晴有咩新目標啊？有啲咩心得想同師弟師妹分享嘅？下一個目標梗係要突破自己，將嗰0.46秒追返嚟，正式刷新全港紀錄。我哋會繼續陪你練，下次我哋3個要喺更高規格嘅比賽一齊攞獎牌。我想同師弟師妹講，無論你哋鍾意游水、唱歌定係畫畫，過程一定會遇到你想放棄嘅時候，但你只要堅持多1秒，呢啲辛苦都會變成你進步嘅養分，喺自己喜歡嘅事情上發光發熱就可以。子晴同埋2位戰友嘅汗水，完美演繹咗一份艱難一份收穫嘅真諦。子晴同學內心藏咗一份無比強大而且自律嘅心，
而隊友之間嘅互相扶持，更係校園裏面最美嘅一道風景。我哋學校一直致力提供平衡、溫暖而且充滿支持嘅環境，俾每一位有才華、有熱情嘅同學都可以喺唔荒廢學業嘅前提下追逐自己嘅夢想。我哋為子晴同游泳隊嘅每一位同學感到無比自豪，期望你哋繼續奮力向前，游出屬於自己嘅精彩人生。